好大雨啊！而家有閃電啦。哇！又響雷啦！哇！有閃電啦！咁呢，通常呢，而家我求記呢，就個壇呢，就送返上去天庭啊嘛。咁啊，送返咗上去天庭啦，送返咗師公啊，啲先師啊，同埋六壬先師啊，咁啊上返去天啦。咁因為我依家問事呢，問求籤啊，問求籤啊，同埋問杯啊，或者寫符啊，用寫符去幫人啊。咁我呢，我就會望住個天，向住個天呢，向住當天呢，我話弟子求記要寫符啦，幫人啦，或者問事啦，咁呢，我就會咁樣做噶啦。同埋求師公呢，落嘢落嚟呢，就畀啲善信啊，同埋啲朋友啊，同埋我自己啊，沖涼嘅平安水，我都會喺個天度攞嘅。因為之前我問過師公啊嘛，問過六壬先師啊嘛，話咗畀佢聽，我日後呢會喺個天度，會向住個天呢，就攞六壬先師嘅法啦，咁咯。哇！閃電！今晚真係好大雨。
啦，收機啦。